1974年世界盃喺西德舉行，係世界盃歷史上一屆充滿政治陰影、戰術革新同時代轉變嘅賽事。呢一屆最大象徵係全新世界盃獎盃首次登場。由於巴西喺1970年第3次奪得世界盃，按規定永久保留雷米金杯，國際足協需要重新設計一座新獎盃。最後由意大利雕塑家斯維奧加沙尼加設計嘅 FIFA 世界盃獎盃正式啟用，金色人像托起地球嘅造型，自此成為現代世界盃最具代表性嘅象徵。西德最終喺慕尼黑奧林匹克球場擊敗荷蘭，成為第一支捧起新獎盃嘅球隊。呢屆世界盃嘅背景相當特殊，西德本身係一個經濟強大、社會穩定嘅國家，但1972年慕尼黑奧運恐襲之後，安全問題籠罩成個賽事。比賽期間保安極之嚴密，球隊、記者、觀眾都要接受檢查，訓練營有圍欄保護，警員同武裝人員駐守球場周邊。決賽時甚至有狙擊手喺球場天台戒備。呢種氣氛令到1974年世界盃唔再只係足球盛會，亦反映70年代歐洲面對恐怖主義同政治暴力嘅不安。賽制方面啦，1974年亦都出現重要改變，傳統淘汰賽8強被取消，16隊先分成4組進行第一階段小組賽，每組前2名進入第二階段小組賽，第二階段再分成2組，每組第1名直接進入決賽，第2名則爭奪季軍。呢個安排令比賽場數由1970年嘅32場增加至38場，收入自然上升，但亦犧牲咗淘汰賽一場定生死嘅刺激感。好多球迷後來認為，呢種嘅賽制雖然公平咁測試球隊嘅穩定性，但缺少傳統8強、4強淘汰賽嘅緊張氣氛。1974年世界盃共有16隊參賽，西德作為主辦國當然入圍，巴西以衛冕冠軍身份參賽。東德首次，亦係唯一一次打入世界盃決賽周呢，令2個德國喺同一屆世界盃出現，帶嚟強烈政治象徵。海地成為新面孔，澳洲亦都首次參加決賽周，成為大洋洲代表。扎伊爾則係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一支世界盃決賽周球隊。雖然戰績慘淡，但係佢哋嘅出現代表非洲足球逐步走入世界舞台。荷蘭、波蘭、瑞典、阿根廷、意大利、烏拉圭、保加利亞、智利、蘇格蘭等隊亦參與其中。主辦城市分佈於西德多個地方，包括慕尼黑、柏林、漢堡、法蘭克福、多蒙特、德素多夫、漢諾威、蓋爾森基興同史特加。賽事期間天氣並唔理想，雨水頻繁，場地濕滑沉重，尤其係法蘭克福，雨戰成為1974年世界盃其中一個鮮明印象。德國球場設備完善，但濕滑草地令球員控球、轉身同傳球都受到影響，亦令不少比賽變得更強調體能、意志同防守。第一階段小組賽已經充滿故事。波蘭一開始就令人驚喜，佢哋首戰阿根廷以3-2擊敗對手。阿根廷本來被視為傳統南美強隊，但喺波蘭高速、直接而充滿活力嘅進攻面前，顯得措手不及。波蘭陣中由拉圖、沙馬治、加杜查等球員踢法充滿效率同速度。拉圖之後成為今屆神射手，以7球領先群雄。波蘭喺1972年奧運已經奪金，到1974年世界盃進一步證明自己係當時世界足壇最強新興力量之一。意大利作為傳統強隊，表現卻相當失望。佢哋首戰海地時一度被對方先開紀錄，雖然最終反勝，但已經顯示球隊狀態唔穩。之後意大利未能踢出4年前殺入決賽嘅水平，最終喺第一階段出局。對比之下，波蘭同阿根廷成功晉級，令世界足壇感受到歐洲新勢力同南美傳統力量之間嘅更替。